第45章第1節，約瑟佇遐徛伊身邊的人的面前忍袂住，就話講：眾人就離開我出去。約瑟將伊本身予兄弟認得的時，無一人徛佇伊的面前，伊就出聲大哭。埃及人聽見，法老的家也聽見。約瑟甲伊的兄弟講：我是約瑟，我的老爸還佇地嘛。伊的兄弟袂回應，因為佇伊的面前攏驚嚇。約瑟閣甲伊的兄弟講：請行我來，因就我來。伊講：我是恁的小弟約瑟，就是恁所賣到埃及的。但毋免因為賣我到這來憂悶，來家己怨恨。這是上帝找我帶成恁來，因為要保全性命。但佇這所在的期限已經2年，也有5年無通種作，無通收成。上帝找我帶成恁來，為着要甲恁留存的種族佇世上，閣要行以大的拯救，保全恁的活命。安尼看起來，找我到這的毋是恁，就是上帝。伊閣予我親像法老的爸，做伊全家的主，甲管理埃及全地。恁着趕緊上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講：你的囝約瑟安尼講，上帝予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請落來我這，毋通延前。第10節，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孫，甲牛群、羊群，以及一切所有的，攏通來踮佇高山的地，甲我3群，我要佇遐奉承你。因為還有5年的期限，免得你甲你的家眷，甲一切所有的落寶。何況恁的目睭，甲我的小弟便雅憫的目睭，攏看見我甲恁親嘴對恁講話。恁也着將我佇埃及一切的榮光，甲恁所看見的事，攏甲我的老爸講。閣着趕緊將我的老爸搬來我這。對安尼，約瑟拍佇伊的小弟便雅憫的頷頸蹄口，便雅憫也佇伊的頷頸蹄口。伊閣甲眾兄弟親嘴，抱因蹄口。後來伊的兄弟就甲伊講話，一個風聲傳到法老的境內，講約瑟的兄弟來啦。法老甲伊的人臣攏歡喜。法老甲約瑟講：你着甲你的兄弟講，恁着安尼行，將米予精生在，起身去迦南地，將恁的老爸甲恁的家眷攏搬來我這。我要將埃及地的好米予恁，恁也通食這所在的山珍海味。但我命令你，恁着安尼做，對埃及地帶車去，將恁的囡仔甲某，甲恁的老爸攏搬來。第20節，毋通看重恁家內的米，因為埃及全地的好米攏是恁的。以色列的眾囝就安尼行，約瑟照法老的命令，予因車甲路中着用的食米，閣予因一人一套衣服，獨獨予便雅憫銀300，衣服5套，送因老爸的米記佇下底，驢港10隻，在埃及的好米，驢母10隻，在5角甲餅甲菜，予因老爸多年通用。約瑟就找伊的兄弟倒去，因就起身，閣甲因講：恁毋通佇多年冤家。因對埃及上去，來到迦南地，因老爸雅各遐，甲伊講：約瑟還佇地，閣管理埃及全地。雅各心昏去，因為毋信因的話。因就將約瑟對因所講的話，攏甲伊講。伊閣看見約瑟所車來要載伊的車，因老爸雅各的心活起來。以色列講：好啦，我的囝約瑟還佇地，趁我還未死，我要去看伊。